嗱，如果要大家列舉幾名喺英格蘭踢球嘅亞裔球員，大家首先會諗到邊個呢？孫興文、三占芬定係孫繼海啊？冇錯，以上3位球員咧都可以話係中日韓三國各具代表嘅球員。但係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事實上早喺1933年喺英格蘭嘅職業足球賽場上裏邊啊，就已經出現咗第一位嘅亞裔球員，而且係一名華裔嚟嘅添。咁今日咧，我哋就嚟講下佢嘅故事。嗱，話說啊，1945年10月20號就咁聽咧，大家可能覺得呢一日咧就冇咩咁特別。其實呢一日咧，離2次世界大戰結束咧就啱啱過咗1個月嘅時間嘅啫。呢日啊，54,000名球迷咧湧入山沙球場去睇英格蘭大戰威爾士，而呢場比賽嘅最終比分咧係1-0。哈哈，冇錯，英格蘭主場輸波。不過咧，今集我哋嘅故事咧嘅焦點就唔係要喺呢場比賽嘅比分上邊，而係呢場比賽上邊英格蘭陣中嘅一名球員，佢嘅名叫做 Frank So。嗱，其實我都唔知應唔應該叫 Frank 咧作為英格蘭國家隊嘅名宿。佢代表咗英格蘭國家隊出戰，但一直得唔到英足總嘅認可。佢個名啊曾經都算係家傳戶曉嘅，但唔知點解到咗後嚟咧，佢嘅事蹟咧就一度俾人哋遺忘咗。係直到近年咧，先至俾人哋重新提起嘅啫。1914年咧 ，Frank 就出生喺英國嘅打比郡。佢阿爸咧係一名華人，而阿媽咧就係純正嘅英國人，所以其實佢係一個中文名嘅，叫做蘇慧清。嗱，喺嗰個年代咧，如果我話俾你聽冇歧視嘅存在咧，你都唔會信啦，係嘛？由於 Frank 嘅父親係一名華人啊，當時嘅規定咧，同移民結婚嘅女性咧就會自動失去咗英國嘅國籍，成為一名外國人嘅。而 Frank 咧就喺一個咁惡劣嘅時代環境中長大㗎啦。嗱，俗語講得啱啊，係金咧就會發光嘅。Frank 咧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展露出過人嘅足球天賦。年少時期啊，效力於地區嘅聯賽球隊，之後咧佢就俾車士打聯賽球隊 Prescot Cable 羅致。由於出色嘅表現咧，好快就收到史篤城球探嘅注視，並親自去現場睇佢嘅比賽。到咗18歲嗰年啊，就俾當時仲處於喺英乙聯賽嘅史篤城以400磅嘅價錢招至麾下。嗱，就咁聽400磅好似好少錢㗎嘛？要知道啊，嗰陣時嘅400磅咧已經足夠喺倫敦咧買一間聯排別墅㗎啦。所以可以咁講啊，史篤城咧當時為咗買入 Frank 咧，真係落足本嘅。因為當時啊，其實仲有另外2支馬斯塞德嘅球隊咧對 Frank 表示過興趣嘅。如果當年史篤城咧唔喐緊啲咧 ，Frank 咧好可能就會俾呢2支球隊買走㗎啦。而呢2支球隊咧就係今日大家都好熟悉嘅利物浦同埋愛華頓。嗱，當然啦 ，Frank 亦冇令史篤城嘅球迷失望。佢加盟球隊嘅第一個球季就協助史篤城攞到英乙聯賽嘅冠軍，幫助球隊順利咁升上咗英甲聯賽。而當年嘅英甲咧就相當於今日嘅英超，係英格蘭最頂級嘅足球聯賽。嗱，升上咗英甲之後啊，史篤城咧受到更多球迷嘅關注 ，Frank So 呢個名咧亦都變得更加街知巷聞。佢嘅足球形象亦開始出現喺報紙啦，甚至香煙卡上面。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史丹尼馬菲斯呢？佢係 Frank 喺史篤城嘅隊友，被稱為第一代嘅英倫球王，同時啊，亦都係首位歐洲足球先生嘅得主。嗱，睇翻資料啊，當時 Frank 嘅名氣一啲都唔輸蝕俾馬菲斯，係一位家傳戶曉嘅球星。嗱，點解咁講呢？因為咧，同而家嘅信息化年代唔同啊，當時嘅媒體咧好少會刊登球員嘅私生活，但係對 Frank 咧就係例外嘅。當年佢嘅婚禮咧，被報紙刊登為頭條，婚禮嘅現場亦都吸引咗2000幾名嘅群眾圍觀，而呢一切咧，其實都係源於佢嘅明星光環嘅啫。嗱，當然啦，可以得到咁多球迷嘅愛戴啊，最主要咧都係佢個人球技嘅啫。當時啊，甚至有媒體認為佢嘅腳法咧比馬菲斯仲要好嘅。其實能夠同球王齊名啊，就足以證明佢嘅球技幾咁了得啦。不過咧，
其實 Fran 喺剛加盟球隊嘅初期條路並唔係咁順嘅。喺坐擁馬菲斯同埋哈里戴維斯呢條超級鋒線嘅球隊裏邊Fran 有一段時間只能夠喺預備隊裏邊踢波嘅啫。後嚟得益於新教練麥格萊將佢改踢中場一切先至得到改變，慢慢咁就坐穩主力嘅位置。當時嘅報紙將佢形容為一名才華橫溢嘅中場，聰明敏捷傳球敏鋭，能夠勝任任何嘅位置。嗱，同大家科普一下，當時嘅 halfback 其實指嘅唔係後衛而係而家嘅中場，即係 midfielder。嗱，以 Fran 嘅其中一場代表英格蘭對陣比利時嘅比賽為例嗰場比賽英格蘭國家隊打嘅陣型係2-5-3，而 Fran 出任嘅位置就係 right halfback。嗱，由於表現出色到咗1938年嘅球季Fran 就坐正咗啦，成為咗史篤城嘅隊長。嗰個球季除咗引來賓福特對佢嘅報價之外媒體球迷對於英格蘭國家隊徵召 Fran 嘅呼聲亦變得越嚟越高。但係時也命也，正當一切都預示住佢嘅職業生涯準備進入高光嘅時候可怕嘅事情就發生啦。1939年二戰爆發，英甲聯賽被迫暫停，而且呢一停就係7個球季。Fran 作為球員最黃金嘅年齡段，只能夠喺戰爭中度過。嗱，咁喺職業聯賽停擺嗰段期間Fran 主要都係喺工廠打工，同埋喺英國嘅空軍負責一啲後勤嘅工作嘅。間中會通過踢一啲慈善波同埋地區嘅賽事嚟維持競技嘅狀態。1942年迎嚟咗二戰嘅轉折年，國際足聯嘅賽事亦開始隨之恢復。對於 Fran 嚟講作為球員嘅遲嚟嘅春天亦終於都到啦。1942年5月9號，Fran 終於着上咗英格蘭國家隊嘅球衣，喺客場對陣威爾士嘅比賽中登場，成為咗首位代表英格蘭成年國家隊出場嘅非白人球員。其實喺1942年到1945年之間Fran 總共代表過英格蘭國家隊出戰過9次嘅。但係由於比賽係屬於戰時嘅國際賽，英足總就冇將呢啲比賽視為正式嘅賽事，所以直到今日Fran 都未正式被記錄為英格蘭國家隊嘅正式國腳。1945年英國本土賽事開始逐步復辦，但係 Fran 嘅職業生涯都開始步入咗晚期啦。之後佢離開咗效力12年咁耐嘅史篤城，隨後加盟過李斯特城同埋魯頓，最後喺南部嘅聯賽球隊燦斯福特正式掛靴。退役之後Fran 轉型做咗教練，執教過至少14隊波嘅，足跡遍佈咗英格蘭芬蘭、意大利、挪威、瑞典、丹麥同埋以色列嘅。作為教練生涯最輝煌嘅戰績就係帶領挪威國家隊出戰奧運，同埋喺1954年協助瑞典球會佐加頓斯攞到第一個聯賽冠軍嘅。講翻佢嘅國家隊經歷啦，其實佢曾經離國家隊所承認嘅官方出場比賽係好接近嘅。喺1946年英格蘭嘅一場國際比賽裏邊Fran 曾經被入選咗大名單，但最後因為腳腕嘅受傷無奈咁俾人哋除名，而代替佢嘅就係後嚟嘅英格蘭國家隊隊長比利胡禮。到咗70年代Fran 開始淡出球壇，關於佢嘅故事亦變得越嚟越少，慢慢就俾人哋遺忘咗啦。近年當地政府已經將 Fran 列入咗史篤城嘅體育名人堂，並且喺史篤城舊主場附近嘅一條街命名為 Fransall Street， 以紀念呢一位球技出眾具有歷史意義嘅足球先驅。第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史篤城旅遊睇波不妨可以去呢條街度打個卡，以緬懷一下呢一位第一個征戰英格蘭頂級足球聯賽嘅亞裔球員。